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不可懶惰不作保。奸淫為惡必遭報，擊掌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6章。我言你若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擊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，被嘴裏的言語捉住。我言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當這樣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去懇求你的朋友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覺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如鹿脫離獵戶的手，如鳥脫離捕鳥人的手。懶惰人啊，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，就可得智慧。螞蟻沒有元帥，沒有官長，沒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，在收割時聚斂糧食。懶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幾時呢？你何時睡醒呢？在睡片時，打盹片時，抱着手躺臥片時，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，你的缺乏拿兵器的人來到。無賴的惡徒行動就用乖僻的口，用眼轉神，用腳示意，用指點畫。心中乖僻常似惡謀，布散紛爭，所以災難必忽然臨到他身，他必頃刻敗壞，無法可治。耶和華所恨惡的有6樣，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7樣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謊的舌、流無辜人血的手，圖謀惡計的心、飛跑行惡的腳，吐謊言的假見證，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。我兒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，或作指教，要常繫在你心上，掛在你項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導你；你躺臥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與你談論。因為誡命是燈，法則或作指教是光，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，能保你遠離惡婦，遠離愛侶諂媚的舌頭。你心中不要戀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。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，淫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。人若懷裏猜火，衣服豈能不燒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腳豈能不燙呢？親近鄰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罰。賊因飢餓偷竊充飢，人不藐視他。若被找着他，必賠還7倍。必將家中所有的盡都償還。與婦人行淫的，便是無知；行這事的，必喪掉生命。他必受傷損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恥不得塗抹。因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，報仇的時候決不留情。什麼贖價他都不顧。你雖送許多禮物，他也不肯干休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6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不可懶惰不作保，奸淫為惡必遭報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，不可懶惰不作保，奸淫為惡必遭報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
第四章聽教訓，不偏左右，保守己心，勝所有。第五章遠離淫婦，愛妻子，領受訓誨，蒙福祉。第六章不可懶惰不作，保奸淫為惡，必遭報。想一想，為何人不可懶惰和不作擔保呢？